这段时间我膝盖受伤的关系受尽那个痛苦。月尾的时候都有医治祷告，那我拿出很大的勇气，就到前面去给长老同工们为我祷告，感受到神对我的医治，让我心里很平安。医治祷告真的是让我的心里很踏实。富强教会的医治祷告时间，不只是为有病痛的兄姐代祷，更是能够带给大家安慰与鼓励的力量。因为当我在犹豫是否要去就读神学院的时候，透过长老与同工的代祷，让我听到圣灵的鼓励以及上帝的呼召，这使得我委身服侍的心更加坚定不移。咱教会有这个祈祷，我感觉足需要，因为人拢是软弱甲欠缺甲身躯无轻松的所在。我感谢主耶稣的医治，会当透过咱的祈祷，互我这个平安。当我身体软弱的时候，我会勇敢地走到台前，请同工们为我代祷。感谢主，也感谢同工们为我代祷。在主日医治祷告时间，我为有需要的兄姐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那种被圣灵触摸、领受神丰盛的恩典、慈爱与神的同在，那种感动，让代祷者与被祷告的人都能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与安慰。因为我们相信有位爱我们的神，他赐下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福分，是信靠他的儿女胜过世上所有的苦难。